繼續突發啦，係咁啊咁講到話上次去嘅地方好近，呢頭揸嗰頭就到咁樣，咁啊本應又好早就做完嘅，記得有一單要入密碼，嗰條友又冇密碼俾我，因為話唔係佢買嘅，係佢老豆買嘅，佢老豆瞓咗覺咁樣，咁我又要送翻去倉，蝕咗成個鐘頭。好處就係翻嚟回程嗰啲高速公路費就亞馬遜俾嘅，唔使自己揞咁樣啦。如果唔係啊，高速公路費都唔平㗎，係可能都十幾蚊澳紙咁樣。哇！咁而家都做一個鐘都係30蚊嘅啫喎，冇咗半個鐘錢喎。如果自己揞嘅話，咁當然如果自己翻嚟咁啊，可以兜其他路避開嗰啲高速公路收費嘅，不過咪慢啲先翻到屋企咯。咁啊，澳洲即係講緊呢幾日呢邊啦，係又落大雨啊！咁啊，我有朋友啊影低，哇，落大雨落到好勁啊，落冰雹。嗰日落冰雹，我都有揸車，啱啱諗住呢架車做 service， 哇！真係落大雨大到嚇死人咁樣，係。反而喺香港啊，可能有自己又唔係好覺咁樣啦，或者有都啲高樓大廈擋晒啦，呢度啊食到好型咁樣。夏天落冰雹咁樣，舊陣話咩6月飛霜咁，呢啲算唔算6月飛霜啊？咁呢度即係生活算唔錯嘅，咁我諗啊話受到好唔公平嘅嘢係比較少咯，咁唔係話冇咁樣。咁呢度有冇歧視咧？我相信有歧視嘅，不過歧視唔係同你喺香港一樣，或者你見到啲印度人啊，你都會叫阿叉啊；見到非洲人啊，叫黑鬼啊；即係穆斯蘭嗰啲，你都見到都怕怕地咁樣啊。咁你又未必會講出口咁樣，所以呢度啲人都係咁樣咯。見到你啲中國人啊，咪覺得啲中國人啊冇禮貌啊，唔好啊，唔識規矩啊咁樣。咁的確有啲中國人啊，我覺得係唔係好識規矩嘅。咁佢認為規矩係佢自己嘅，唔係你定嘅咁樣。但係你又唔會諗話你去咗人哋國家喎，咁佢想即係變咗多啲咁嘅誤會啦，係其實都唔係誤會㗎啦，係。咁啊，上次講過呢度做兼職啲人工都幾好咁樣。藍領尤其是藍領啦，有冇睇少整車嗰啲？整車嗰啲先揾錢啫，係。越藍領嗰啲揾錢越高，反而係你話醫生嗰啲，醫生都揾到錢，但係同香港比咧就爭好遠啦。香港嗰啲叫咩？月球人、星球人，月球人就一個月賺100萬，或者一個禮拜賺100萬。咁呢度難啦，呢度我諗啲醫生同香港比1/5都唔知有冇。咁當然你1/5，哇，一個禮拜賺20萬咁都好犀利啦。但係呢度交稅仲勁喎，真係。呢度一交稅最高交到40幾50% 咁樣，變咗賺埋都係俾政府，跟住啲錢去養嗰啲攞綜援嗰啲人咁樣。咁對攞福利嗰啲人咪開心咯，唔使點做又攞到錢咁樣，仲要幾有體面地攞到錢咁樣，又唔會有人歧視你話你攞綜援冇咯。因為呢度冇。即係話公屋嗰啲又唔係好講，可能佢有啲係平價資助房係有嘅，但係佢都係好靚咁間屋都係，你都唔見到都未必話好過係平價資助咯。因為送貨有時送去啲老人中心，就算老人院同香港啲老人院都唔同咯，佢都係一人獨立一間屋，當然間屋係好細咁樣，可能到去都係1廳1房咁樣啊。咁每個人都有個車位門口咁樣，老人家自己中意出入就出入咁樣，咁啊相信嗰個社區啊應該會係有醫生啊、有護士啊睇住啊咁樣，跟住一有嘢就可能撳個掣，就有人嚟睇佢咁樣，咪會即係冇香港嗰種同隔離屋一齊走去
去玩啊咁樣，呢啲係冇嘅。我最怕呢啲咁嘅分岔路，呢啲分岔路真係一行錯咗就I'm sorry 咁啊，行錯咗啦咁樣。我睇我有冇行錯先，好似真係行錯咗，好似真係行錯咗越唔想去行錯啊，結果越唔想行錯越行錯，真係I'm sorry 啊！我都唔係第一次啦，因為好多時佢嗰啲指示就話最左嗰條線，咁咪去最左條線咯。原來佢話佢最左條線係講一陣間最左，喂，屌你過咗秒啦，錯晒啦，係咁啊，行多俾少少油咯。佢好就係佢應該啲掏錢係佢俾嘅，係，不如我嘥咗油咯。呢度好似上一次都錯過㗎啦，因為可能始終如一地次次都係錯同一樣嘢咁樣。上次我記得呢度陣間嗰個掉頭嗰個位又係根本冇得掉頭嘅，嗰度掉頭根本唔合規矩嘅，做唔到嘅。嗰陣時仲好似去得更遠，今次精啲揾個近啲嘅地方掉頭，唔好戇居居去到好遠咁樣。你見啲車開埋開得好快，好似同你死過咁樣。我覺得呢度一係即係一炒車都幾大鑊啊！呢度今日都叫好天，冇落雨，哇！一落雨仲驚係。我應該呢度出去啊嘛，巡咗。咁下一個地方出去咧，唯有。就算呢度出咗，可能未必過到對面，未必過到對面馬路，因為好難過對面馬路。或者講下布里斯本啲區啦，對可能過嚟布里斯本玩又好，長住又好，或者探索下啦，俾少少即係我嘅睇法啦。咁喺即係市中心住，你又好難有 house 㗎啦，係。第一好貴啦，同埋就啲 house 我見到係好舊咁樣，又舊又細咁樣。如果你話住 house 冇必要喺 city 住啦。咁喺 city 住嗰啲 apartment 咁樣，city 個 postcode 4000啦，40000，所有首府最中心個位都係0000。如果 Sydney 就2000咁樣。咁唐人街咧都係2000嘅，算唐人街。Brisbane 其實都有個唐人街，不過唐人街又好廢，好似就係執笠。望落去揾多個中國人都冇，得幾間鋪頭。去間中餐即係大酒樓，以為好正宗啊，結果好似鬼，去到都要講英文嘅，侍應都唔識中文嘅，食埋啲炒飯都係鬼炒飯咁樣。咁對面又係啲紅燈區有啲雪酥睇咁樣。我冇入過去啦。之前做過導遊，帶過大陸人係咁話想去睇，跟住好似佢仲熟過我咁樣，即係其實導遊都要識埋呢啲去邊度紅燈區有得玩有得食嗰啲我可能都要，就算唔去都要做下 research 係，下次真係再帶人俾人問到口眼咁。City 啲 apartment 如果買嘅話百零萬澳紙到啦。我諗都係800尺2房咁上下啦。即係如果你話好早期買平嗰陣買就抵嘅，不過你喺 City 買apartment，其實我做送外賣嘅話，或者送貨咧，就真係想死嘅，係，因為佢嗰啲真係唔好停車，即係你可能有個車位都揸出，但係 City 周圍即係你都諗得到多攝像頭又容易抄牌同埋你 city 其實話細要行都幾辛苦嘅，因為可能行3-4公里都係 city 嚟嘅。你同一個位行3-4公里，又冇車搭，唯一搭車搭巴士，巴士又塞到死，又疏咁樣，都唔知搭巴士好定搭巴士好。
所以我反而覺得住我啲區，距離市區10公里，其實搭火車都係20分鐘咁樣。去到直頭落咗個點，又唔使諗住邊度泊車啊。咁或者你又有幾個站揀，你想去邊個點咪去邊個站咯。我咁樣覺得仲容易咯，係。我呢度係 M2 啦，今次嚟 M2 嘅係，今次冇錯啦。頭先就因為行錯咗，兜咗個圈，咁而家出嚟 M2 啦。咁 Brisbane 我簡單講北區、東區、南區同西區啦。西區唔知係咪度西區都係差啲咁樣啦。呢度西區就叫 Eastridge 啦，英國有個葉士域治，舊年英超有個足球隊佢叫葉士域治，咁呢度都有個葉士域治啦 Eastridge。我覺得係聽講係罪惡之城啦，嗰度都唔方，即係好治安咁樣，所以我送貨都唔敢喺夜晚去送貨，因為驚即係之前都有單新聞，有個僆仔喺嗰度喺間超市場唔俾錢。有個職員走去攔住佢，咁咪攞刀捅嗰個人咁樣。你超市攞件嘢，你唔使攞刀㗎嘛，係整到人哋重傷咁樣，死咗咁你點啊？你諗住未夠稱18歲唔使拉人啦，係。所以即係可免則免就唔好去西區啦。咁北區邊少華人嘅。咁你話少華人唔係冇華人咁樣，比較多華人住有地方叫 Campside 啦。咁始終 Campside 去有巴士有火車去 City 咁樣，都方便嘅咁樣。咁嗰度唯一係我知北區係多啲華人啦，隔離架車又唔讓我，又喺度搬咁樣。咁你整到我停咗喺個公路好過癮咩？北區我感覺上係冇咁繁華啦，啲屋可能大啲、疏啲。咁北區都有邊都係向海嘅咁樣，咁都好舒服嘅係。咁機場咧就喺東邊，啱喺條河嘅北面咁樣。咁去機場又唔使過橋啦，過橋就收費，咁慳翻過橋錢咯。至於東區，其實東區距離市中心就好近嘅咁樣，不過咧都塞車嘅，啲路冇咁多高速公路嘅咁樣。咁嗰邊東區都係對住個海，因為布里斯本東面都係海邊為主啦，係。我認為都幾高尚住宅區啦。啲樓貴啲，咁啲人係咪個鼻大啲咧？或者啦，即係你咪當九龍塘住嗰啲人嗰啲面孔咯，係。至於南區南區又好大啦，咁我住南區嘅咁樣，我覺得南區係多華人啲，南區南幾遠咧？我距離10公里咁樣。有啲可能再遠20公里咁樣，咁距離20公里嗰度叫 Logan 啦。咁呢個新區，我見最近都有啲樓盤廣告，咪賣緊係差唔多70-80萬有間排屋。咁咩叫排屋咧？咁英文可能叫 terrace 或者叫 villa 啦，係。咁 villa 其實解別墅嘅，咁 terrace 咧就黐牆嘅。即係一間屋同一間屋之間冇空隙嘅咁樣，無人黐埋咁樣叫 terrace 咁樣排屋咁樣。咁70零萬，頭先講話市區買個 apartment 都100幾萬啦，係。就算我哋住附近嗰度都70-80萬啦。咁70-80萬買個 apartment 喺嗰邊買排屋喎，咁排屋始終大過 apartment 啦。同埋你唔使咁多，即係其他人。同你 share 樓梯啊嘛，你一個人住晒，即係等於住香港啲郊區嗰啲咩，唔係唐樓嗰啲，嗰啲
村屋啦咁樣，類似啦係，不過黐牆咁解，咁都叫一個屋苑，一個屋苑啊40-50間屋咁樣，咁你新樓都係70-80萬咁樣，咁你20分鐘20公里去市區，咁揸車都可能要半個鐘㗎啦，咁都有火車咁樣，火車咪20幾分鐘到市區咯。咁如果你真係住正火車站附近，咁返市區工作都 OK 嘅。咁啊多一個好處就係去黃金海岸咯。呢度啊出名係黃金海岸啦。咁黃金海岸擺到明係一個遊客區，近海灘嗰邊啊啲樓超貴啦，有啲 apartment 賣到500萬一個單位，唔係大喎，500萬亦都唔係最貴喎，真係。咁啊近海灘嗰啲就平啲啦，梗係。咁啊由我屋企去揸車去黃金海岸就唔使1個鐘頭嘅，因為都係60公里、50公里到啦，係。咁啊睇黃金海岸北邊定南邊啦，南邊啊再遠啲，咁啊揸遠啲咯。北邊啊最快30分鐘就揸到去。有陣時送餐送下都爭啲去到黃金海岸嘅，即係距離黃金可能10幾公里咁樣咯。咁啊撈近過去嗰邊咪再比我嗰邊再近啲咯，可能20分鐘車去到黃金海岸北部咁樣。咁啊對有啲人嚟講就一個地方有2個城市咁嘅生活咯。我覺得撈近嗰邊啊真係好似香港大埔咁樣咯，感覺係。再落啲就過到去深圳河，就去到深圳咁樣咯。深圳另一個城市咁樣，咁黃金海岸亦都係另一個城市啦。但係都其實同布里斯本就好接近，所以都冇話好隔離咁樣咯。咁啊，同埋我哋有高速公路咁樣，都係1個鐘頭內就到咁樣係。咁我邊再近啲啦。不過唔好處條公路啊，成日塞車嘅，尤其啲繁忙時間，朝早、夜晚塞車。咁啊，大概講咗啲地區東南西北面啊，啲房價咁樣，同埋我即係對嗰度啲人嗰啲分佈啦，即係中國人啊、亞洲人就南部為主啦，東邊啲人就似啲有錢佬嘴臉多啲啦，係咁啊。咁成個布里斯本有280萬人啦，咁啊比香港就少嘅，但係布里斯本梗係大過香港啦，咁同埋即係比較平，即係其實都低窪多水浸嘅，所以買樓都要諗清楚你個地會唔會被水浸，上網都睇得到嘅，即係有冇水浸嘅記錄啊咁樣。咁如果有嘅話，咪要小心啲，唔好即係不慎地買咗個低水嘅地方呢個低水唔係講平嘅低水喎，講係俾水浸嘅地方喎，真係。咁你水浸完啲家私電器用唔到啊，咁好煩。咁啊又唔係成日水浸嘅，你10年水浸一次咁樣，睇你好唔好彩啦，係咪你住嗰10年冇浸咯？或者你唔諗住住10年，你又覺得搏咁樣，貪佢平，大家水浸喎，你咪中咗六合彩，冇彩咁咪水浸晒，啲嘢爛晒咁樣咯。咁呢度揸車成日都見到有啲指示就話呢度係低窪，容易水浸咁樣。咁啊，即係落雨天就驚啲咯。咁啊，至於講旅行咁樣。頭先提過黃金海岸啦，其實啲人去黃金海岸都係個海灘，咁有啲夜生活，去酒吧玩。咁黃金海岸有棟樓好高，37層，係成個澳洲最高。成個最高嘅樓啊，唔喺雪梨，唔喺墨爾本，喺黃金海岸7層。咁啊上到去可以食個早餐，咁啊睇晒成間黃金海岸嘅，即係啲沙灘啊。黃金海岸威水嘅地方就係可能即係世界上最長嘅沙灘咧，唔知巴西嗰個長啲定呢度長啲啦，50公里。咁啊沿住50公里就係海灘嚟嘅。咁啊正中央個位咧就叫做 Surfer Paradise。
surfer，即係有啲中國人就叫衝浪者，香港人就叫滑浪者啊。咁啊嗰度 Paradise 天堂，即係話嗰度啲浪啊正啊，可以啲水又正啊，啲沙又正啊咁樣。啲鬼啊最中意就係希望咁樣啦，每年都要去沙灘玩幾日，即係個人先 relax 嘅咁樣。即係中國人可能去到都係睇下行下就算啦咁樣。咁啊，至於布里斯本我啦，去動物園咯。啊，未講完啊，黃金康仲有叫主題樂園之都，即係連續有成10個8個主題樂園，咁出名啊得3、4個啦，但係其實有十幾個啦，10幾個主題樂園啦。啲人啊去玩海灘玩1、2日唔悶，咪去啲主題樂園玩咁樣咯，係，所以啲旅行城市嚟嘅。咁布里斯本就即係一個中型城市啦，我唔可以講叫大型城市。即係雖然話排第3，但係同雪梨墨爾本啊有1倍嘅距離，咁啊爭得好遠咁樣。咁啊市中心有啲地方行下，譬如有個 Botanic Garden 咁樣，都係睇下啲花花草草，有啲蜥蜴行嚟行去。咁啊皇后街咁啊 Queen Street 咧就購物中心，咁香港啲購物中心比又冇得比，所以啊我都唔係好建議你去嗰度買，即係買嘢嗰度買，叫做喺澳洲嚟講有啲品牌啊，即係去北京道咁樣，廣東道咁樣。咁啊，我又唔覺得啲嘢係特別得呢度有得買，出邊冇得買咁樣。咁貨本地人就係、想買啲 luxury 嘅嘢，就可能要去嗰度買啦。即係附近啲購物中心可能冇啦。咁啊，同埋有啲市政大樓啊，即係叫古老啲，所謂古老啲都係80年歷史，同埋有個我哋叫 Story Bridge 啦 ，Story 就係故事啦，咁啊故事橋。其實故事橋就冇故事嘅，純粹係起嗰陣有個大人物，個姓叫故事，所以明明係故事橋咁樣。咁啊，佢就好似雪梨大橋個縮水版咁樣。咁啊，下邊有 Kangaroo Point 嗰度啊，啲人可以piknik，有草地，隔離有個小沙灘咁樣，去休閒玩下都 OK 嘅。咁即Story Bridge 另一邊 Kangaroo Point 對面嗰邊咧就好近唐人街嘅，所以有興趣可以過去嗰邊，順便去唐人街行嗰邊啦，係。咁另外市中心附近西面咧係行唔到啊，搭巴士塞下車都成個鐘咁樣，就去到個動物園叫派龍啊，中文叫柏龍啦，英文係 Pine Pine， 龍就 LONE 柏龍咁樣。咁啊有得攬下樹熊嘅，咁呢度樹熊又可以攬嘅，雪梨嗰邊又好似唔俾攬嘅，所以如果真係想攬下樹熊，但係另外俾錢我影張相都唔知30蚊定35蚊澳紙咁樣影張相，有得俾你攬到樹熊咁樣。仲有啲咩好玩咪去啲昆士蘭大學咯 ，QU 咁樣，呢度最出名啦，省會嘅大學咁啊，同雪梨墨爾本大學冇得比嘅，咁都叫喺呢度排得上號嘅大學啦。咁呢度啲人入到 QU 覺得自己好掂㗎啦，咁嗰度啲環境都幾靚嘅，即係始終即係喺市區。即係有山有海咁望得到都算唔錯嘅啦，我覺得喺度嚟講。咁講到呢度咧，我都差唔多到送貨地點啦，拜拜。